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在一个礼拜的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的敬拜赞美神。好不好？我们跟旁边的人先打声招呼，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们前后挥手一下，虽然疫情期间不要太多的接触，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带着热情的来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要说，右昌教会欢迎你，在主里真诚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聚会的现场。我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可以来敬拜他，好不好？我邀请大家先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给神一个欢呼，一个拍手。因为我们要邀请、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 ，Amen 吗？阿门。好，我数到3，我们就一起来拍手、来赞美、来欢迎我们的圣灵。1、2、3，哈利路亚！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恳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是在现场还是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面，当我们呼求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要在我们当中，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也要拍手。我们一起来唱，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恳求圣灵此刻降临，充满我不堪软弱心灵。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浇灌滋润干渴的心灵。主的权柄，主的能力，你战胜黑暗罪恶权势，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愿主荣耀国度。从头再来一遍，我们更大声来说，恳求圣灵降临，恳求圣灵此刻降临。Amen。充满我骨感软弱心灵。是的，主，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浇灌干渴的心灵。主的权柄，主的能力，你战胜黑暗罪恶权势，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愿主荣耀国度降临。我们高举我们的手来，愿主荣耀降临，荣耀。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全然得胜，成为我的拯救。大声说阿们！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再次更多来说，主你的圣灵降临。恳求圣灵此刻降临，充满我骨感软弱心灵。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浇灌滋润干渴的心灵。主的权柄，主的能力，你战胜黑暗罪恶权势，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愿主荣耀国度。我们再从头来一遍。如果是你的祷告，你就大声来唱。恳求圣灵此刻降临，充满我骨感软弱心灵。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浇灌滋润干渴的心灵。主的权柄，主的能力，权柄，主的能力，你战胜黑暗罪恶权势。全能君王掌权，好不好？高举我们的手来，一起来说：是的，愿你的国降临，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全然得胜，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生命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再次来敬拜赞美他，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全然得胜，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
我永远再次从头来唱，我们更深的对主说：有圣灵降临，恳求圣灵时刻降临，充满我不堪懒惰心灵，愿主施下恩雨在我心中，浇灌滋润干渴的心灵。主你权柄，主你能力，你战胜黑暗罪恶权势，一起来宣告：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愿主荣耀的你降临，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是我全然的神，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是我全然的神，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宣告，他是我们的能力，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是的，主你是我们的能力，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哈利路亚！我们再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神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力，阿们。神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
下开拓，风暴在焦灼，我依然屹立直落，港湾就在心中，一生信心。说港湾就在心中，港湾就在心中，一生最后一次，港湾就在心中，一生信心交托。好不好？一起把拍手，用胜利的呼喊来欢呼。是的，主，我们将所有的事情都完全来交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纵使现在环境的艰难，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低潮、低谷，但是主，你要让我们继续来培养我们的信心，是对主你的信心。主啊，请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耐心的等候耶和华。主，你就要垂听我们的呼求。是的，主，你要垂听我们的呼求。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邀请你，我们一起来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们这个祷告不是只是一个流程，乃是我们要更多的来耐心来等候我们的主，更多的来仰望他，把一切的需要交托给他。好吧，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无论你为了什么样的事情祷告，我们花一点事情，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为自己向主来呼求，更深的把这个祷告交托给我们的主。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有重价将我赎回，主啊，让我能够再次认清我自己。主啊，我是属乎你的，主啊，不属于这世界。主啊，不管这世界有魔鬼撒旦的引诱，主啊，恳求用圣灵来保护我，用圣灵来托住我，用圣灵来照亮我前面的道路。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再次带领我。主啊，让我能够再次有信心，让我们度过我们那生命当中的风暴。主啊，纵使环境如何，我们单单定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无论是教会，主啊，国家，我们都仰望你。谢谢你能够再次将我分别为圣，来做你的子民，做你的孩子，就是要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这个时刻，圣殿里面要充满侧来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让神迹奇事要领导我们当中。哈利路亚，都归给你，都归给是的，主，谢谢你。你要垂听我们的呼求，你要侧耳蹲下来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一起来唱。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失去你的爱？你是我永远的依赖。从头再一次说出，我怎能离了你同在呢？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失去你的爱？
你是我永远的依赖。是的，主，我们心中有期待，心中恳切期待，多渴望你来，将天门打开，神迹必会降临。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能相近，我心中喜乐不能夺取，你恩典抚庇我，主耶稣你掌权。
平安。主啊，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到明天，到下个礼拜，到下个月，一直到未来，仍然有不一样的困境，仍然有不一样的低谷，仍然有不一样多彩多姿的试炼在临到我们。主啊，我们现在面临到所有前所未有的困境，主，求你赏赐给我们智慧，赏赐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在疫情期间，求主让我们有更多能力来把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打开眼睛，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求你让我们知道圣经中的灾祸是给人的启示，也让这一篇所有最棒的一个圣经里面的章节来分享给我们附近一些不知道你的讯息的人。主啊，求你来保守看顾。主啊，我们也将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奉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报告我们教会消息。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新竹圣经学院主日，该院差派郑明志牧师是长荣大学校牧前来本会讲道及请安，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第二点，高雄中会第91届第23次会议在9月14号礼拜二甲安森教会召开。本会获颁2020年教会成长达成目标优质奖，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第三，六昌教会公告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以下都没有变前几个礼拜都一样所以说在第3点的部分我们自己来试下看。我们直接跳到第4点，本会本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颁发2020年度第2学期信仰培育奖励金，受奖名单请看我们本次周报的第8页因疫情关系，请受奖者到办公室向陈佩芬干事领取奖励金。第5点，本会办公室9月21礼拜二中秋节国定假日休假，敬请兄姐留意。第6点，本会定于9月24号礼拜五下午8点在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准时参加。第7点，本会2021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于10月1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到9点半起举办，敬请兄姐向办公室及或者是线上报名来参加。详情请见周报的夹页来看那个报名表。第8点，幸福系统各小组可于9月底前举办福音茶会，于10月开始举办幸福小组。上半年度的福音茶会幸福小组若需要请款的，可洽教会办公室。肢体消息，第1点，生命教育团队9月底每周二上午7点50到8点40征召志工，还欠缺2名欢迎有兴趣的兄姐但是必须要有疫苗的黄卡来洽我们办公室的吴世平传道来报名。第2点，成人牧区定于9月26日主日下午3点半举行。踏比山自然公园半日游，费用是100元，含保险、餐点还有矿泉水。欢迎成人牧区的成员于本主日前跟小组长踊跃报名参加。第3大项交接消息，我们请欧牧师。我们本身我们教会出身的李一涵传道，在今天下午3点要在后龙教会封牧及就任的感恩礼拜。我们的主任牧师陈牧师及部分的兄弟姐妹要前往观礼，愿主赐福。然后我们为我们的参与的陈牧师及兄姐的行程平安祷告。那感谢主，我们在9月14号礼拜二
那我们也为了我们中会新任的议长来祷告，愿上帝带领蔡维牧师带领整个高雄中会是走向宣教的中会带领更多高雄地区的百姓能够认识主，得到救恩。好，你现在有几分钟的时间来放我们成人牧区的活动影片。好，我们请大家来看。有够烦的啊，闷坏了。口罩戴好，口罩戴好。对，口罩要戴好。那还是我们出去透透气呢？那要去哪里呢？得不了。吃这个鸳鸯，吃那个鸳鸯。黄金海岸。太远了啦。冈山之眼。最近很夯哦，但是有人员管制呢。大屿山。这个好，我可以约我的小组员去那里聚会、分享、唱歌、赞美主、爬山、看夕阳，身心灵都放松了。不错哦，这刚好了。阿妹，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换衣服，马上出发。不是今天啊，是改天啊。不是今天哦。有参教会成人牧区，邀请各位组员悉家带眷，同 Best 一游踏比山公园，感受上帝创造的自然美哦。好，还没有报名的成人牧区成员还有家属，可以在中午前今天中午报名到今天中午中午前赶快来报名要翻那个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教会成立这个奖学金已经非常久经过很多的不断的修正那我们过去也有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在生日的时候1岁都是奉献10元那50岁就是500块，虽然不多，但是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孩子的祝福因为我们家里的未来是下一代，我们教会的未来是谁？也是下一代所以下一代是很重要。我们现在能够有更多的关心，更多的投资，那我相信我们以后就会更好的成果，看到一代比一代更好、更强能够看见教会更复兴神的国度更扩展所以我们的奖学金一再就是想要用更好的方式过去我们比较着重在只有出席跟课业课业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唯一。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也不只是读书在各方面都能够很平等的成长，让在未来在整个社会的适应是更强那我们现在改成教会就是叫做信仰培育奖励金信仰培育，这是我们着重，所以我们有列了5个项目，一个是出席，再来是这个孩子的在礼拜的时候，他可以写起信息的笔记，他可以灵修也有属灵的日记不是要求很高，但是是鼓励他们持之以恒，然后有学业的成绩的鼓励，另外学生牧区多了一项，就是萨母奖励金，就是他能够参加服事，可能儿童比较困难，但是上了国中，他被操练，他就可以在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服事。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学生牧区就是这样那这一次是第一次，我们那天审查发觉我们的国小的小朋友，很多妈妈都是爸爸妈妈比较有配合的。
陪伴孩子，很多孩子可以每一样都拿到但是没有的话，那就是拿到很少的项目现在的奖励金其实比过去更多比如说我们的儿童他最多可以拿到1200块，过去最多600块那表示他每一样都有做，儿童做的有去督促他做得很好。那我们未来有几个项目会再提升目的就是鼓励孩子，真的让他成为各方面都能够卓越，都能够优秀。那我们的学生木期，我们看到的最多是顶到2500块，其实它都是最多的话可以顶到3100块，但是好像比过去少了一点语言大学是3000，高中2000，国中1500，那他们都是没有每一项，他当然也不到那么多。但是我们下个月的长师会再做调整，很多可以再提升来鼓励，但是还是要请我们各位家长母亲，真的孩子是需要你去鼓励去督促。一个孩子卓越不是只有天生的，天生的以外，其实就是努力，努力就是持之以恒。他每样东西都能够，就连一个出席，他每个月都能够固定出席，他未来在社会他做什么他就会成功。倘若他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纪律只有很多点子、很多思想现在孩子很有创新能力，但是如果是没有一个纪律能够持之以恒，终究就是不会成功。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这个信仰培育奖励金的一个期待，请我们也祷告也配合那牧师还是在鼓励我们生日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奉献但是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主好，那我今天因为疫情，我们没有请他们都全部上来，就2位代表，儿童牧区是我们的黄宝恩同学请他到前面来他是最代表，他领的最多。还有一个是学生牧区的陈延秀同学请他上来他们都是非常认真优秀，能够按照这个去走。我相信借着这样，不只是要学业好，希望他们在信仰、在品质各方面都能够成为上帝所赐福的人带来家庭的祝福，也带来教会上帝国度的祝福好，我们感谢上帝那这个时候，牧师也带领大家来为孩子们祝福现在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又昌教会能生能养能育。我们不仅是有我们属肉体上的孩子，我们更能有属灵的孩子。主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教会都是宝贝，他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应该为他祷告，我们应该鼓励他，我们应该奉献，我们来让孩子每一个能够把事情有时候感觉是不容易的，但是借着我们的鼓励，他们越来越容易，他们能够培养好的习惯，培养好的纪律，他们能够持之以恒，相信他们就成为一个将来不仅在社会上，在神的国度大大被神使用，成为家庭的主，成为教会的主，成为神国度的主，成为众人的主。主祝福他们，让他们灵魂体都兴盛，让每一个人都是优秀卓越，他们能够不断的向着标杆直跑。主祝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神你要加倍的纪念，要祝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蒙福的家。谢谢主，我们献上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好，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新约部分，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白话字里面是82页，台语汉字本84页，和合本是100页。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白话字是82页，台语
84页，和合本是100页。好，大家翻到，你们来看我来攻读。路加福音12章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18节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以上讲到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我们请我们长荣大学郑明志郑牧师。郑牧师是长荣大学的校牧也是曾经在我们教会实习的神学生也在我们高雄中会灵养教会牧养过我们现在拍手欢迎我们的郑牧师。谢谢翁牧师翁牧师也算是学长翁牧师，翁牧师是我的在台南神学院的学长我们曾经有在那边一起学习很美好的时间那在右昌教会也是算我很熟悉的一个教会，10几年前在这边受到陈牧师还有众长子、众弟兄姐妹的照顾，让我在这里得到很大的造就。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来向各位弟兄姐妹请安报告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有满满的恩典，拣选我们有限的人能一起参与你无限的上帝国工程。我们谦卑领受你的话语，求你也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好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话来更新塑造我们，成为你所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这励志作家都劝勉人说，鼓励人生要有目标，这样才容易成功。大家怎么定目标？通常都是用数字。在学校就拼分数，出了社会大家就比薪水。那公司老板都喜欢要求业绩，那业绩只要定个说今年要成长3%、5%，哇，这个员工就拼得要死要活。那数字重不重要？当然数字重要。数字有时候就是存活、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路上教会教师越来越兴盛，特别这个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青少年众多。这在其他的教会就看到了一些危机。就是少子化的影响，青少年流失的影响，那教会越来越萎缩。等一个教会没有孩子，没有青少年，真的是看不到未来。
就像陈牧师说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未来，我们教会的未来。好，那当然数字是这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免落入这个数字的迷失。渐渐的，我们一直看在这个数字上面，让数字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人与人的关系，不管竞争或是合作，常常用数字在评估。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决定了我们的心情，我们对时间的分配，甚至决定我们对生活次序的安排。可以说，数字主导了我们的生活节奏，甚至决定了别人和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大家都应该都有参加过这个同学会，我们这个不管跟高中的同学会、国中的同学会，见到了老同学，大家很高兴，互相关心近况。那谈到工作，谈到家庭，不免心里面都会有一些互相比较的心态。看看这个社会地位高低、职位大小、薪水多少、房地产价值，车子什么厂牌，价格多少，难免在心里都会比量一下。虽然会珍惜过去的情谊，值得怀念，但是难免看人还是会依照他的重要性来做衡量，大小眼看人。对方如果是这个大律师、大法官，那就态度自然就会比较尊敬。那大老板、大经理，那也要巴结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那如果是对方是小职员、小人物，那可能寒暄一下跳过，有空再联络好。我们已经习惯用数字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所以说数字会讲话。薪水多少，营业额多少，管多少人，拥有几栋这个房屋，几辆车，一个人的身价、价值都在用各种数字在评估。渐渐我们也相信了，数字就代表我们的价值。人生的目标就是在使各样的数字能够越好看越好。今天我们所读这一段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警醒我们这种对数字的迷失。这个故事里面说，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主持分家业。分家业是很正常的事，摩西律法里面、民数记、申命记都有记载说，这个要分家业要怎么分。那这个人来找耶稣，大概一定是分家业产生了纷争，产生了问题。可能他怕他的弟兄不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分给他，也有可能他听说耶稣教导人讲话有权柄，这个人说话有分量，所以希望耶稣能够替他主持，做他的靠山，看能不能帮他争取多一点，至少能够让他可以接受的。但是耶稣拒绝替他主持分家业，还有跟众人说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话中暗示这个人贪心，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正在教导众人有关永生的问题。这个是多么严肃，在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刻，但是他却一心只想说要怎么分家业才不会吃亏，所以追求财富的欲念使他无法约束自己的心，才会在不应该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来。
耶稣他并不是在说分家业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这个人他对钱财的执迷。人如果被贪心占据了，如果他一心想要更多，就上帝来主持，他也觉得不公平。贪心会引发许多的罪。上帝在10诫里面，第8诫说不可以偷窃，第9诫说不可以贪图别人的财产，这些都是对人类贪念直接的警戒。但是往往人最无法克制的就是那个贪心。所以说贪字贫字壳，这个汉字贪跟贫长得很像，就好像孪生兄弟一样，如影随形，只是一线之隔。人如果贪心，就算他得到再多，积蓄再多，他内心仍然是空虚不满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媒体报道，一些家族争遗产的新闻，为了财产的分配彼此失和弟兄姐妹亲人在法院相告，反目成仇，让人感觉那个亲情敌不过钱财的悲哀。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说钱财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偏偏都看不破。那圣经里面说钱财是万恶的根源，这样警戒大家，大家也知道，那偏偏大家都想要捞，怎样都嫌不够。有一个人，他对国王有功劳，所以国王给他一个赏赐，答应他1天之内从日出到日落，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他经过的土地都当作他给他的赏赐。那个人当然就找了一匹好马，从日出开始出门一直跑，快马加鞭，一直吹到那个马最后用尽力气死掉了。他还不满足，换自己来跑，一直跑，一刻也没有停留下来休息一下，喝个水，吃个东西。他仍然嫌跑过的土地不够大，还想要更大。就这样，他一直跑到日落的时候，他得到了很大的一片土地，但是他也因为过劳累死了。国王把他埋葬的时候，很感慨的说，他追求这么大片的土地，但是埋葬他所需要的只不过这3公尺见方的坟墓，想要那么多，但是真正需要的却只不过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为了这一点点，却失去了他的全部，失去了他的生命。耶稣紧接着说了一个很有警示意义的比喻，我们称作无知财主的故事。其实这个财主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不偷也不抢，他的富有，他的钱财是来自于他会投资，他会计划，他又得着这个天时风调雨顺，田产加倍收成，所以他的成就在人看来是很有福气的。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来说，他就是经营事业成功的典范，一点都不无知。但是主耶稣却说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人，因为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话，为自己计划，甚至自己暗中窃喜。在他的生命所思思念念，他所关怀的都只有自己，我的，没有上帝，也容不下其他人。他口口声声说我的，其实
人在世间所有的一切，有什么可以说是我的？就好像我们坐车，车票虽然写着我们的位置，坐在那边，但是目的地到了，我们都得下车，那个位置就换别人坐了，那哪里能带走？圣经说，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属于上帝，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管理的管家。所以当我们拥有的时候，要心存感恩，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的恩赐。那该我们放下的时候，也不要不甘愿放。而且既然是暂时管理，我们就负有管家的责任，知道拥有更大的恩赐，对其他的人，对这个世界就负有更大的责任，对上帝将来要交更大的差。千万不要像这个无知的财主，将生命的重心是放在自己，放在积蓄财富，把钱当作生命，自己变成了这个数字，变成了这个钱财的奴才。结果就像路加福音第9章25节主耶稣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岂不是真的无知吗？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财主只知道追求财富的数字，却忽略了这财富背后更大的责任，忽略了上帝给他的使命。总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是终究徒劳无功而返，那岂不是真的悲哀？就好像今天圣经说的，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对每一个人的警戒。我们看见台湾社会长久以来陷入一个拼经济的迷失，这种为了经济可以牺牲环境，可以让房地产放任房地产炒作，让环境生态受到破坏，还有种种的社会不公义的现象。只重视经济数字，比数字，那是一个短视近利的肤浅文化。沉迷在拼数字、拼经济，使我们的社会失去了深刻的生命的故事。近年来兴起一种文化创意产业，它强调的说，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产品是要有故事性的，这样消费者透过消费这个产品，他也参与在这个产品背后的故事，这是产品最大的附加价值。好的故事是诚心实意，一步一脚印写出来的，不是速食文化，也不是光靠数字的累积就可以造成的。人生在世数十年，为了比数字，好像这个人形容人生就好像这个陀螺，一直在那边，为了人生的数字，为了人生的所需要的在打转，忙得像奴隶一样，烦恼到睡不好，甚至人家笑称家里的狗都比人好命。很多人以为累积财富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但是小心啊，有一天回头看，这种虚荣心或许最后终究只是一场空空的梦，没有意义。日也操，夜也劳，为了赚钱忽略家庭，忽略健康，表面数字好看，但是可能得到的比失去的还要多。真正有意义的生命是有故事性的，
不是简单的数字可以评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有好的故事，让自己、让后来的人可以欣赏回味。这样的故事需要全心的投入，经过时间的酝酿，它才能真正感动人，不是急功近利可以写得出来的。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女孩子，她放弃在台北上班族的工作，跑到花莲乡下1年的时间去当志工。她透过现在的这个 Facebook 来帮农民推广农产品。农民他很辛苦的种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欠缺管道，或是可能被管道剥削，所以他用这种很简单大家可以接触到的工具去帮大家来推广。他本来他的工作就是做广告设计的，每天他必须要加班到半夜12点，甚至忙碌的时候要到2、3点。他的业绩也很好，他的作品也得到这个得奖受肯定。但是当他30岁1年，他心中出现一个问号：人生就是这样工作吗？这样做到65岁退休，退休后可能10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算一下，人生70%时间都是在为名利工作，都是为成为那个数字的奴才。生命岂止是这样子吗？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凤梨酥的广告，这个广告很简单，没有花什么钱的设计，他只是单纯的跟消费者传达说，你所买的这个凤梨酥可以让台湾更多种植凤梨的农民受益。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诉求的广告就打动他，他觉得他人生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他必须要寻找让他感动的事情来做。那他就辞去工作。当然很多的亲友都劝他不要那么傻，他这现在的工作不错啊，以后很有发展啊。你这样辞掉工作，你没有工作，你怎么生活？这很现实啊。那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他坚持照他的感动。他认为追求意义是为自己的，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期间，当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生活简朴一点，1个月花不到3000，但还是能够过。他坚持到找到自己的理想，在那1年内，他体验更多的丰富，他的视野更加的开阔，也帮助了更多的人。还有一个故事是新竹湖口，有一个退休的老农民，他靠着做资源回收过生活。他的家里没有接自来水，完全是靠这个收集雨水做他的水源。他也没有去台电拉这个牵电，他是靠点蜡烛来照明。他这样过着这种简朴的生活，但是他却将这个节俭所积蓄下来的80多万，捐给了医院，购买医疗器材。因为他自己认为他生病的时候受到医生、护士很好的关怀照顾，所以为了报答，他也设身处地想到说，还有很多的病患，他们可能需要更好的医疗资源，他们需要帮助，所以他就将一生积蓄的钱捐出去，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好的照顾。我们去反思、回想我们的人生，也许我们的人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即使没有这么
感人，都是我们脚踏实地、认真生活的故事。是不是这个故事能够成为我们往前走的动力？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写人生故事，也许不是轰轰烈烈，但只要是出于真诚、认真生活的故事，它都是一步一脚印，能够感动别人的故事。有一个电视广告，好几年前的，他说，就是说一个货车司机，他载着一整车的这个书去送给这个偏乡的小学。这个字幕上说，他只有60分的学历，却是100分的教育家。一个快递先生骑摩托车遇到大雨，他却甘愿自己淋雨，把唯一的雨衣送给另外一个没有雨衣的欧巴桑。他只有60分的财力，却有100分的慷慨。一个计程车司机趁着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在等客人的时候，他利用时间练习英语。等他载到这个外国人的时候，他可以大方的用那个不标准的英语来介绍这个城市的风景特色。他只有60分的语言能力，却有100分的热情。这个广告最后出现一行很有意思的字，他说：“你可能不是出类拔萃，但绝对是与众不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要我们认真尽力去发挥，能够做自己相信的事情，让这样即使平凡的人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故事。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要我们去挥洒，就去写出这能够感动人，能够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怀念的故事。人生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要留一堆钱给人，还是要留那个可以让人怀念的故事？积蓄再多，这个人走了，什么都带不走，那继承的人也不一定感谢你。但是你为了别人付出的爱，别人会记得，就算离开这个世间了，你的故事还是你的故事。就好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说，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再带给别人祝福。这种精彩的生命故事，是积蓄在天上的财宝，比现世的财宝更加有意义。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圣经学院来向我们弟兄姐妹请安。圣经学院长久以来为着台湾教会社会培育了基督的精兵，也造就许多的信徒。因为大家的支持、帮助与代祷，能够协助学院在这块土地上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去年大家知道，去年是一个大家都很不好过的年，到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学院许多活动无法举办，那也因此遇到了财务的困难。盼望弟兄姐妹继续为着学院的教育事工以及经费需要关心、奉献与代祷，让我们一起接受上帝的呼召，一起继续写可以向这个世代见证上帝恩典的故事。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有丰盛的恩典，你赏赐给我们各样美好的福气，你的供应实在丰盛，使我们领受恩典满满。你白白的赏赐我们
也要我们白白的与人分享。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纪念你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感恩，也不至于能够会迷失在追求财富的当中，让我们能够随时来寻求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引导，来找到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好让我们不将你的恩典藏起来，而能够追求对主尽忠，实践你给我们的使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帮助人与人分享，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开阔，更加的丰盛，好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做神财富与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得着你的肯定与接纳。我们这样同心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愿意。好不好？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十字架上的光芒，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一起来对主来唱，我愿意。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好不好？我们从头再来一遍。仰望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主，我愿意，我愿意降服，我
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在主面前建立，我们这时候，我们为了我们高雄教会我们的新任理长蔡维恩牧师及我们的中委同工来祷告。我们主任牧师也是其中的干部。为了我们的中委牧师，为了我们的中会来守望祷告，愿上帝大大施恩祝福，让高雄中会成为宣教的中会。我们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圣经学院来祷告。我们的何牧师也是圣经学院所毕业的学生。我们求主帮助，让透过圣经学院这样的带领，造就更多人的生命来为主来服侍。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台湾的疫情，为了世界，为了阿富汗，为了海地的地震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为了我们的外展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幸福小组的事工，我们也要为了我们的身体软弱的兄弟姐妹来祷告，求主施恩来带领医治。我们来一起开口祷告，我们还三三主会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我们坐在面前，谢谢主，感谢主，让我们透过今天的早上，主你仆人的分享，让我们有领受你的恩典，求主你的恩膏带领帮助透过我们高雄教会蔡牧师的带领，主你祝我们高雄教会的我们的弟长，我们的所有中委牧师、中委长老，祝我们的中会成为宣教的教会，让高雄地区成为福音宣教福音复兴爆炸的中会。求你施恩我们圣经学院，让我们圣经学院在我们阮院长的带领下，让我们圣经学院在你面前得蒙上帝的使用造就更多的生命亲近主，愿主使用。主啊，我们为了我们台湾的疫情来祷告，愿上帝施恩带领，让台湾的疫情Delta疫情得到控制，让疫苗覆盖率提升，帮助我们世界的疫情得以舒缓，帮助我们的政权世界的政权恢复民主的政权。为了我们教会事工，愿主施恩带领，帮助我们教会事工、外展事工、幸福小组事工，在你面前，主你大大使用，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透过我们的服事成就你美好的旨意。我们的身体软弱了，主愿你施恩医治的大能想降临他们身上。求主你可以听我们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是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的，我们要宣告，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求你祝我们的高雄教会，让我们高雄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祝我们的议长，祝我们的中委牧师、中委长老成为一个团队合一的团队，成为服侍的团队，祝高雄教会的和复兴，造就高雄地区百姓的福音的得着。主，你祝福我们的圣经学院，透过阮院长的带领，让造就更多的生命被主使用，成为基督精兵。我们为了国家、我们的疫情来祷告，愿上帝施恩带领，让我们国家的疫苗覆盖率，让我们国家疫情的控制在你面前得到保守。我们为世界祷告，愿上帝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帮助世界的政权在你面前得到人权、得到民主的祝福。我们为了我教会的事工，愿主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外展事工、是幸福小组，或者我们的生命教育，主啊，你大大使用我们，让我们的外展事工是为了得着的人灵魂。主啊，我们为了我们身体软弱的兄弟姐妹祷告，愿上帝你医治的大人临到我们的兄姐，让我们兄姐的软弱身体得到全然的医治，来见证耶稣的大能。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请做奉献。我们请执事来收奉献。我们起来，一起来吟奉献的诗。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更日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给耶稣，所有全奉献。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我们在这边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士农工商所有的行业上面，主我们用信心来奉献，请你来让我们这些奉献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主也求你在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受到创伤受到困境的一些兄姐，求你来赏赐智慧能力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在我们的困境里面，我们依然要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在前面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一起仍然站立祝福差遣，在400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
分享他的爱，在那落梦的黑夜里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好，祝祷我们请翁牧师。我们同心来领受来自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闭会。等一下，我们就跟敬拜团来做那个一起来祷告啊，结束。